好，我哋今日嚟咗新嘅 Go Park 2，新嘅巴士總站就係 Go Park 2啦。見到新嘅路牌，再向左手邊行，就見到樹屋小天地啦。大家記得要噴防蚊劑啊，因為嗰度都有好多蚊噶。呢度除咗有滑梯同埋爬架，都仲有千秋噶。玩到熱呢，可以入去商場小樂園噶。嚟都有好多鋪頭，例如有一田超市、快餐店同埋扭蛋機添。我見到好多暑期活動優惠喎，游水、攀石、瑜伽，邊個好呢？有樂器同埋數學喎，我極要揀數學啊！哇，6月開好多餐廳喎，等到父親節帶爸爸嚟食嘢先。喺超市買嘢食，仲可以坐低食添。Go Park 1、2都咁好玩，加埋戶外運動設施，真係啱一家大細啊！我哋下次再見。